然，搁再来关心过年伫咧耍现烤乐刮刮乐，一个无张持掠到诈骗的嫌疑犯。二到半暝，讨园一个菜馆行60外岁姓强的查甫来交关，头家娘随认出来，讲伊就是6年前变伊和政府官员的关系真好，会当摕到营业的牌。迄当时骗到10万块，互伊骗的搁毋若一间菜馆行，这一届赶紧报警察，甲伊抓起来。 OK， 你讲的哦。那现在去报警。人客来到桃园一间菜馆行，买刮刮乐，煞互目镜的头家娘发现，伊就是6年前骗走伊10万块的诈骗的人，爱店员赶紧来报警察。那你是有认识台彩的人是不是啊？那已经很有6、7年前的事了呢。他就是骗人的咩，骗我团团转。警察赶到现场，头家娘也是真生气，因为就伫咧6年前，这个差不多60岁姓姜的查甫人来到店内，讲伊咧替政府的官员做股票，赚真侪钱，关系嘛真好，会当替店家摕到菜馆行的营业牌照，但必须爱互伊5万块的费用。头家娘感觉真合理，过两天就招同业做伙请伊来代班，前后付了差不多10万块。啊，这个姓姜的查甫人开出20几万的支票，用来做抵押骗因的信任。几个月过去啊，头家娘说安怎找嘛找无伊，才发现跳票啊，家己已经互人骗。我就跟你讲说他那个证件没有用了，我曾经去他这个家里，你涉及在那里，可是你人没有住在那里面。他跟我讲说他在帮官员幕后操纵股票，然后帮官员赚了很多钱。我拿你10万，我一定会帮你办到啊！不办你办到我加倍还你。我们有一个群组，我就看到有人拍他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被这个人骗过代志发生了后，头家娘才伫咧同业的族群内底发现，这个姓姜的嫌犯用同款的手法骗毋若一间菜馆行，即马6年啊，姓姜的这个人叫是无人会记的，搁再一遍出现伫咧店内底，毋若互目镜的头家娘抓到，嘛随互警方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